今天好像是子群，对不对？子群啊，我等一下跟子群说好。子群有吗？子群那个等一下那个龙泰他们的那个影片，你那个音控要记得再调大声一点。跳舞的时候，那个音乐要再调大声一点。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请从你的位置上起立。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在哪里？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万古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当我说我们一起来敬拜神的时候，请你们回应我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将天敞开，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在看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万古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到座前敬拜不停息。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在看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万古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们一起同心在主的面前。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里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就赐下复生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复生，也要看见复兴。我们不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着你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再一次同心在主的面前。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里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国就是属于你，求你来掌管全地。我也在记着你，也要看见复兴。我们不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着你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再一次来呼求。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着你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复兴着你，复兴着你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箴言16章9节提到，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愿我们能够更多的来放下自己，同心合意的来敬拜，同心合意的来祷告。当我们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他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不会，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当我们合一敬拜，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他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不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世界为主发光，和你寻找神国度蓝图，不在乎自己，不能相信你，使用我们改变世界的你，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他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他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不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他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先求神的国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你的荣耀和美好，配得我们所有的敬拜尊荣。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你看顾我们的需要，愿我们更多的放下自己，同心的来敬拜你，享受在你的同在里，也享受在与人一同为你献上的同工里面。我们全然顺服你的旨意，全心全人交在你的手中，不分彼此的身份背景或是世俗所定义的成就，因为我们都是你的子民，我们都是蒙你恩典的罪人。愿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你计划中的光和盐。愿你动工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使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带着你给我们永不止息的爱向前行。孩子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依然站立起来，念我们的信仰告白。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好，这边先进行报告。如果手边有周报的会友，也可以一起拿出来看。然后我们先看公祷的事项。第一点，愿上帝的灵能够与我们大家同在，成为我们上帝所爱的器皿。那第二个，有需要刊登我们代祷的会友，我们都已经有刊登在上面，也恳求上帝聆听我们的祷告，安慰、医治、保守我们的肢体。3，现在也正在进行财务的检查，也恳求上帝能够保守我们一切审查的能够顺利。第4，为着世界正在发生不平安的事情，我们也一同来祷告，求主的手能够介入这当中。再来教会的消息，我们这边现在我们用拍手热烈欢迎我们泰尔中会龙泰教会来到我们这当中一同敬拜，我们用拍手欢迎他们，呼呼！然后我在这边先感谢那个孟云牧师等等会为我们带来的分享的信息。我们也为着龙泰教会建堂所需要的工程，我们的经费一起来关心奉献代祷。好，再来第2点，去年度的2025年奉献明细已经张贴在1楼的公布栏，如果有需要核对，就再麻烦在2月8号前完成核对作业，如果有刊登错误的，就再麻烦我们跟我们的干事反映。第3点，今年度有填写2026年认献爱餐奉献的弟兄姐妹，如果就是那个奉献费用还没缴交的话，再麻烦赶快尽快交给干事，让他入到爱餐基金当中。第4点，2月8号，我们教会要举行本年度的第1次的圣礼典。如果想要受洗归在主名下的，或者是要转会籍的兄弟姐妹，可以向志美牧师跟一节牧师来报名。当天我们也会与主同坐席，请陪瞻会友的兄弟姐妹能够有准备心，来到我们当中与主同坐席。第5点，2月8号礼拜结束后，也要举行2025年度的定期和会。那和会的名单我们已经公布在1楼的公布栏，如果当天不课参加的弟兄姐妹，那一天不能来的弟兄姐妹，要先去请假，在1楼也是在1楼柜台登记。那如果当天和会需要拿取手册的弟兄姐妹，也要先登记，也在1楼填写。那报告到这里，再来是肢体的消息。玉佑豪跟玉山姐妹将在3月7号10点会在龙兴教会举行结婚典礼感恩礼拜。礼拜结束后会有午宴。如果当天需要参加的弟兄姐妹，再麻烦到1楼柜台登记，因为好让新人能够安排座位跟相关的安排事宜。后面就是奉献明细，就麻烦再自行看，如果有刊登有错误的，就再跟英干事更正。好，再来我们准备进行奉献。
好，我们一起低头来奉献祷告。我们亲爱的上帝，四方而来的攻击无所不在，求你为我们披上圣灵的铠甲，让我们能够抵挡四方而来的挑战。求上帝能够将天敞开，引领我们能够走向你。现在我们在这边一同敬拜，一同祷告，我们呼求上帝能够坐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触动我们内心的深处，将我们的内心心门敞开，重新合一，与你同坐。在这个需要建造祭坛的世代，愿上帝的心意、上帝的事工都能够在这当中掌权，引领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上帝你。我们也奉上我们微薄的金钱，作为上帝美好的圣工之用。最后，我们也要用主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们为圣，为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圣经记载在哥林多前书9章22到23节，这里我来念，你们来听。对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赢得软弱的人；对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我总要救一些人。凡我所做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共享这福音的好处。我再念一次：对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赢得软弱的人；对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不论如何，我总要救一些人。凡我所做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共享这福音的好处。圣经念在这里。再来是我们要将时间交给龙泰教会的孟云牧师，今天讲到的主题是为福音的缘故。那我将新舞蹈不好意思，OK， 那我们现在不好意思，我刚刚那个程序没有注意到，然后就直接请龙泰教会的青年来为我们赞美。
大家好，我叫黄梦云牧师，我是义杰牧师的同学。然后知美牧师是我的学姐。感谢神。我们虽然打样的中位，可是你看到我们还有排湾组，像我有赛德克，我有泰鲁格，我们还有布农族，都是在组里不分彼此，对不对？好，我们不论是汉人的教会、原住民的教会，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是属灵家人，阿们吗？好，那在分享讯息之前呢，我要邀请大家先看一个我们募款的影片。我们特别就是为了我们建堂的需要来到当中，也很谢谢建成教会的牧师、长子同工弟兄姐妹你们的接纳哈。那募款影片，然后接着会我们的建堂的长老会帮我们做简单的一个募款的一些的报告。好，那就拍手欢迎这个影片。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铺张云彩当遮盖，夜间是火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宣告耶和华的行了大事。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命令狂风止息，他波浪就还有一些开府重建，有时候我们在堂3楼的烂板，现在我们来到1楼，等我们的料理卖场。我们就得好处，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带领选民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是真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歌颂，要
在地上，如同心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直到永远。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直到永远。阿门。好，那我们接着我们的秀琴长老来，我们来报告一下。好，那我就做下面的报告哈，那也让你们知道我们修缮的这样的一个请安募款的一个整个目标还有内容。那先谢谢建成教会愿意接纳我们哈，让我们能够来到这里，跟你们一起来去敬拜神。那也为着我们教会的需要，那我相信神都预备好，那我们就是凡事谢恩然后感谢主。那这样看起来，第一张哈，左边就是旧的会堂，哦外观，那右边就是新的，哦好，下面，好，我们就是在2022 6月19第2次小会决议办理哈，那我们就是要决定要做原地重建修建这样的一个计划，那。当然，第一个就是达到建筑修缮的目标。那刚刚在照片里面的内容都有一些漏水的状况，因为3楼的屋顶那个铁皮都生锈了哈，还有我们跟隔壁对是连接的，那长期会积水，那墙面的部分也都会渗水进来。好，那第二个就是整修内部空间，为提升教会聚会的品质，还有改善全面性的一些安全的环境。那第三个就是恢复教会真实的敬拜跟祷告的殿。那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动，就是3楼的会堂移到1楼。对，因为我们有一些长者不太方便到3楼去哦，那还有一些骨头比较不好的。好，再来下一张。好，所以我们就设定阶段性的目标来去完成。第一期工程就包含了全面的防水，对，那就是外面啊，还有我们的一些3楼铁皮加盖、内外的修缮，还有抿实的部分，还有1楼内部拆除改为礼拜堂哦。那后面的部分我们只留1间厕所，那因为空间有限，我们就是新增小便池，好。那再来1楼会堂那个天花板我们就增加了新的一个工程，对，因为空间的关系，哦。那再来就是一些木工的装潢。那再来2楼的部分就是牧师馆整个打掉重用，再来就是牧师外面有个空间是可以有一个多功能空间，再来设置厨房跟卫浴等等。好，那下一张。好，那我们第3期工程就是有新增十字架灯。好，那再来就是教会公告的一个广告灯，还有我们外墙它有一个抿实的十字架。好，那这个地方我们未来要做一个绘画的部分，做一个打卡景点。好，这就是我们看到问题哦，所以我们才决定要做一个内外的一个修缮。哦，就是到处都是漏水哈，那这是跟隔壁间连在一起的。好，所以我们第1期目前来讲，我们第1期几乎都快做完了，对，只是有部分没有完善的部分。好，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好，所以我们决定在2024 10月28号开启第1期的工程，就先从做鹰架、搭鹰架。好，那牧师也为我们做一个动工前的祷告。
那这一些照片都是施工了哈，那我们都可以看。那我们的工头是女师傅，她也愿意在这个侍奉上尽心尽力，她自己也为我们奉献5万块的饮食。对，还有帮我们做空调的阿龙师傅也愿意奉献，感谢神。那这个是宋长老他们一家，西音工程是先帮我们完善。对，至于工程款的部分，我们今年才开始慢慢给。对，那这个是1楼的会堂的部分，刚刚那个照片。好，这些照片都是工程进行的当中。好，那这部分是2楼，对，文字都有那个标示哈。那这是1期后面的工程，那这也是我们1楼的部分后面。好，原则上是这样。我们现在早就开始在1楼的会堂聚会了，对，就是一个很大的空间，这是牧师馆。好，所以以上哈，那再来我们的募款的工程金额第1期我们是预计是157万，对，那目前我们是还了37万。对，这包含所有的工程费的还款是80万左右，那也包含了我们要还新楼贷款的43万8387块。那目前的建堂基金余额是到去年12月是12万3178块。那我们原则上2026年募款的总目标是210万，那包含了第2期的85万。对，所以第2期的，就是我们吸板啊，还有音响设备、厨房多功能一些要完善的，还有3楼的部分要有冷气设备，还有影音。对，那因为3楼的部分我们要做主日学的教室跟副堂的部分，那我们都会透过个人建堂的基金，像刚刚照片上有小猪铺满。好，我们就会认捐1个小猪做建堂奉献。那对外就是像我们今年度大概有7、8间教会，我们可以去对外募款。对，那再来就是音响设备也是对内认捐，还有不定期的爱心物资，还有楼下我们也有带一些义卖的，好，你们等一下会后之后都可以去参考。好，都做我们的一个奉献，那个建堂奉献的需要。好，谢谢大家。好，以上报告。好。因为节目是说这个华语堂的脚步是比较时间是比较紧凑的，其实是到12点半嘛，所以我刚刚很快的让我的长老很快的报告，因为你们看都知道。最主要是我们要一起领受神的话，好不好？在领受神的话语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天父上帝，我们向你感恩，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聚在你的圣殿当中，领受你的话语，都是你的恩典。我相信，凡来到你面前每个儿女，你透过你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使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历你福音，经历主你的大能，扶持我们真的成为主你福音的见证。主，我们也为着你的福音的缘故，我们也愿意摆上我们自己。我们向你感恩，愿以下时间，主我们聆听你的话语，圣灵充满我们，带领我们。主，我们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带着你的圣经？我也期待，因为虽然是一个非常网络的世界就是大家手机都有，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就是还是有这个纸本的圣经不管你是年轻人，你是社青，而是我们都有一个纸本的圣经。好，如果你没有纸本还是希望买一本不要把它放到灰尘里面，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阿们吗？是神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亲爱的年轻人，这边比较多是年轻人感谢神。那在这个华语堂当中，求神也继续来对我们说话。当我们在提到福音的时候，其实你会常常在教会里面听到传福音啊，基督徒我们要传福音啊，圣诞节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传福音啊。可是我问你们当你的同学、你的同事，或是你自己想，福音到底是什么？你有没有去思考福音到底是什么？如果他问你福音是什么时候，
你可以马上的解释出来吗？可能也很难哦。所以我们回到，如果我们没有回到福音的本质，福音的真实是什么，或我们没有经历到神福音的一个大能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我们怎么去传福音？我们怎么去做见证？或者是可能我们没有经历神的话语，经历神的福音的大能，那我们所说的到底是不是神国来的福音呢？所以我想在今天这个时刻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什么是福音。有3个部分给大家先思考。从字面上的意思，有英文，有希伯来文，有希腊文，让你们一起来领受。英文叫什么？叫 gospel， 就是好消息，好消息。好，这是我们刚刚看到我们教会的讲台的一个十字架，它做敏石。啊，亲爱的家人们，在主里我们都是属灵的家人们，十字架的救恩，我们信主不管你多久。不知道耶稣基督还是成为你一个最棒的好消息吗？如果是好消息，你会不会想要把这件事情分享出去？是吧？我们都希望把好消息分享出去。好，我们希望可以把好消息分享出去。可是呢，你会想想，对，可是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能够去传福音？我没有办法能够，我在教会我可以分享，可是我真的到了我的职场，真的到了接触那些非信主的时候，或是接触到与我不同的我觉得不可爱的人，我不知道怎么跟他分享说平安，耶稣爱你。我可能在教会的时候，耶稣爱你，平安。但是我到职场的时候，跟他有同事、朋友等等，我没有办法跟他说平安，耶稣爱你，带你去教会，或者是我分享福音。为什么呢？今天在今天的讯息里面，我们要再次能够明白福音到底是什么。希伯来文跟我们讲福音，福音，它叫叫巴萨，巴萨，这个当时在这段经文是以赛亚书61章1节，当时是犹太人呢，就是我们以色列人他被掳的时候，他很渴望一个拯救。而那个拯救是那个将来的弥赛亚是谁？就是新约预表的耶稣基督。是不是算一个拯救的人，让他们能够从被掳当中得着释放？好，这里也跟我们讲说，也是传好信息，也是宣布神救恩的降临啊。那希腊文呢？要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哥林多前书讲到福音的时候，保罗讲福音跟耶稣讲福音的时候，也是同一个字义的。好，这个希腊文叫 euangelion。You 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好善的意思。Glion 就是什么？使者讯息。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是耶稣。耶稣受了施洗约翰之后，他才开始传道，这是他传道第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啊，很重要。马可福音1章15节，请。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阿们。这里讲到福音也是个好消息，都告诉我们是个好消息。而是既然，亲爱的家人们，亲爱的年轻人们，既然福音是给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福音的人，相信十字架救恩的人，是一个好消息，那我们基督徒的教会，我们要如何回应这个恩典的福音？那真的进到我们的生活的实况里面，你为了福音的缘故，你为主做了什么？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好，我们来看保罗。我们都知道保罗，他一生是为福音而活的人。他从扫罗，他遇见了大光，他整个生命被翻转了。他从逼迫教会的，成为一个使徒，然后火热的传福音。他对福音有个使命感。16节跟我们说，如果你有圣经，欢迎一起来读邀请你们一起读。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的9章16节。好，如果有翻到，我们就一起读。好，请。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你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对福音有一个使命感。亲爱的家人们，亲爱的年轻人们，如果你进到你的学校，你进到你的工作职场，你进到你的社区，你进到你的教会，你进到神给你所造的一个灵舍当中，你有没有对使命感？
第二个，我们看到保罗，他对福音有一个责任感。我们继续念下一节17节说：“请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阿们。你知道，你进到你在这家的公司工作，你在这个学校都不是偶然的。阿们，都不是偶然的。这个我们第一次来后，哇，很方便，感谢神。旁边就是什么？建成国中的地下室，可以让我们很好的停车，感谢神哦！这是我来台北很顺的。有时候你看下一错，我之前去总会哦开会哦，罗斯福路下一个哇下错了啊，那个单向道路真的是很麻烦，因为我们从龙潭来哦，我们有姐有开车，所以感谢神，这旁边的学校就是建成教会神给的禾场啊，哈利路亚！感谢神。我们有没有对一个有使命感、责任感？那今天经文你可以看到保罗多了一个认同感，为什么？因为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到他身处在哥林多人他们这个基督徒的教会，哥林多教会这里面，他们身处在一个异教世界。什么叫异教世界？就是非信主嘛，就是像我们现在我们台湾就很多民间宗教，对不对？我们都身处在好像仿佛也在这哥林教会这个处境当中，基督徒教会身处在这个异教，甚至台湾信主比例也就5%的过程当中，这个5%还包含了天主教哦。所以你想，还有这么多95%个还没有信主，那为什么？我们不是都敬拜的很有恩膏吗？还是奉主名挑战我们？如果你今天在这里可以敬拜祷告，那你进到你的学校，能不能为你的就业跟一起的基督徒们、学生一起敬拜祷告？为你的老师，为你的学校，为你的学校需要的代祷敬拜。也进到你的职场，也为你的同事，为那个环境可以有神的同在，你可以欢迎神在那个当中传福音，就更有果效了。求神使用我们。保罗他在这个异教的这个崇拜当中，他放弃了他自由的权利，他放弃了什么？他放弃了他原本可以跟使徒一样，他可以原本他也是可以像使徒这样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嘛，然后他也可以接受教会的供应。可是呢，他为了福音，你看我们的保罗就是独身，一生独身。如果你有独身的恩赐，你就专心为神来摆上。我们看保罗。他有在3个部分可以大家一起来思想，他为了宣教上的自由，所以他接触了每一个人。他是犹太人，可是他说要得着犹太人就做犹太人，但是他不是要成为犹太人，因为他不是要成为他原本就是犹太人，但是他得着外邦人的时候，他不可能成为外邦人，因为他是犹太人。所以当我们在进到异教的世界当中，你不是被你的同学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思想、同事价值观思想，而是你要成为那个光。我们刚刚有在敬拜说，我们要成为做盐做光的基督徒。求神帮助我们，不是在一个口号，而是我们都知道福音的真理，但最重要的是，福音还有一个内容，就是我们要活出来啊！哈利路亚！我们要信靠这个福音，说我们真的愿意让神的国这个福音在我们里面，以至于福音很快的在你所周遭的当中，借由你，他们可以认识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阿们。所以不论我们是在哪里，我们的使命就是传福音的。你的主业是传福音，你不只是为了一个生活打卡上班，今天来教会打卡，然后敬拜，不是。我们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传福音的人。跟你旁边说，你的主业是传福音。感谢神。我刚刚在上堂也有分享这个，这是非常让我激动的，因为这是我去年去马来西亚东部短宣这个沙劳越州，在斯乌这个小城市。大家知道马来西亚有东马跟西马，西马是比较吉隆坡比较发达的。然后我们到吉隆坡还要转到小城市斯乌，然后我在那个地方认识了这个右边这个，就是叶宣教师。你知道叶宣教师呢，神给他呼召，是到一个非文明的当中，是从我们部落高山已经很高山了，他更海拔就是更深到里面，是在这个里面他要进到这个族群是
马来西亚有很多有原住民哦，马来西亚也有原住民。好，马来西亚最大宗的原住民叫伊班族，好，他的习性跟我们泰雅族很像。然后他还有许多的少数民族，是62个少数民族，其中一个就是神让他进到这个里面是什么？本南族，本来的本，南部的南。本南族你知道吗？是完全没有开发文明，就很像非洲啊，哦，就是没有人知道的地方，没有人应该说没有人想要去的地方啊，没有人会去的地方。然后这个叶宣教师呢，感谢神，当他在这个地方，神呼召他去的时候，他真的是舍己付上代价。然后他在这陆陆续续带了许多的短宣队也进到里面，在这个里面，你们知道吗？他进到这个部落，你们猜猜要花多少的时间？上堂你知道的人就不要开答案了哈。你们猜猜看，这边猜猜看。先给大家讲哦，他要搭乘的就是有要搭车的，也要走路的，也要搭船的，也要搭飞机的，反正都要。你猜猜看，他进到那个部落，他要花几个小时？还要再多22个小时啊！我当天听到我们一群人，我们短宣听到，哇，22个小时，将近要1天了。但是你在路上你会碰到什么？不知道，是高山呢，黑暗，或是搭船，还会有一些那个可能会有一些什么猛兽，不知道，鳄鱼。马来西亚有鳄鱼，你知道有鳄鱼的，我们去是有鳄鱼的，所以哇，很不容易。但是他在那边扎根尾声的时候，他把那个带他们信主，也带他们起来装备成为一个门徒，然后带他们去翻译圣经，属于本南族的圣经。感谢神，然后翻译完成了新约的部分，然后语音降给他们。是这样的摆上，我听到了非常的激动。当我们传福音，不见得你要真的跑到很远的地方，因为身旁的人就是神已经给我们的福音的禾场了，阿们吗？感谢神，我们的保罗他甘心做众人仆人，他可以成为使徒的一个权柄，可是他愿意为了福音，他舍己他的时间，他放弃他自己的自由，为了福音的缘故。当你为了福音的缘故，你是成为一个福音的伙伴，因为你要分享这个福音，让他们可以进入到福音的好处。你怎么样被主拯救的？你怎么样被神拯救怜悯？求神也使用你，进到你的身旁的家人、同学、同事、朋友、未信主的人，更多的来分享耶稣基督。所以，无论我们在我们的家庭、职场、学校、教会、国家、城市，我们都要做福音的好伙伴。福音的伙伴，跟旁边说，我们都要做福音的伙伴。保罗跟我们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对不对？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1章16节，请。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和希腊。既然福音，我们都知道福音真理，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活出见证呢？董家华牧师在台北的一个外教派的台北，他分享一个讲道，1年前，你们可以去上网 YouTube 就知道，福音到底好在哪里？既然好，为什么我们会在教会里面，跟我们在生活的世界当中，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活出蒙召一致的信仰见证呢？他说有3个部分拦阻我们呢。现在这个时代，宗教化、世俗化、个人化。宗教化，我们很多的宗教的术语，我们基督徒非信主的人不懂，我们就没有办法说，你要得着软弱的人，或是你要接近他的时候，你要亲近他的时候，你要能够贴近他的需要、文化的需要，然后去跟他分享福音。所以我们太宗教化。第二个是世俗化，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个迷失，教会的活动取代了福音的本质。你邀请人是来参加教会的活动、圣诞节活动，还是邀请他能够来到教会经历耶稣基督呢？
那不一样。求神帮助我们。第三个，个人化，这是我们更要警醒祷告。现在我想怎样，主权啊最大，对不对？我想告，然后我觉得不舒服，我就权力最大，我想权力最大。个人，我们个人有时候个人的经验会高过了神的话语，会稀释了真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福音在宗教化、世俗化个人当中，会影响我们没有办法活出神的见证。当我们荣泰教会在建堂的时候，我们也为了福音的缘故来摆上。刚刚我们的秀琴长老、建堂长老后跟我们讲说，我们当初也有一个点，是因为我们的长辈跟一些我们膝盖不好的，不一定是长辈，我们没有电梯啊，如果有电梯当然更好了，就是需要上，可是没有办法，3楼你上去，他们是冒着生命在礼拜的，然后。感谢神，然后我们看见了松年的需要，现在是超高老年化了，对不对？不是老年化了，是超高老年化了，少子化又老年化，超高老年化。所以看到这个需要，也看到我们在这个社区当中，我们要先装备神给我们的福音，我们才可以出去成为这个社区的祝福。而当我们真的见到1楼的时候，社区人都问我们，他更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然后我们也在这几年，感谢神，也把一些社区的弟兄姐妹也带到我们教会，然后我们可以也可以进到开启我们的小组，开始我们今年有一个小组，有一些的团契转型成为小组去做一些的牧养，我们也在学习，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同为基督的肢体。想试问，你为了福音，你有舍弃你的时间、金钱、能力、恩赐献上给神吗？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8章35节起。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你知道下面的经文讲什么吗？人若赚得全世界，若赔上了生命，有什么益处？什么叫赚得世界？你赚了名声，你赚了这些所有的东西，而是你失去了生命，失去了这一个福音。没有站立好，我们甚至被这个世界影响。所以说，当我们坚持福音到底，不致动摇，你就得救了。所以，当我们不是只是赚了这个世界，应该我们要说，求神帮助我们要赚得灵魂。你跟旁边说，赚得灵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让神的国福音在我们里面赚得灵魂，我相信台湾信主的比例就会高了。哈利路亚！我们一起努力。在福音的里面同心合一，兴旺福音。我们的保罗，他甘心舍己，他用他的一切生命全人全心。他说：“我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为了福音的缘故，要使人同享这福音的好处。我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的是怎样？总要救些人嘛。感谢神。所以当基督徒和教会，求神也帮助我们活出因着福音的缘故，我们活出。”见证与人同享这个福音的好处。最后要祝福我们建成教会、荣泰教会，不论我们在台北的城市，我们在桃园、龙潭的城市，或者是在我们在台湾这块土地，我们都为这块土地祷告，愿我们同心合一，在主里面兴旺福音。阿们。我要请大家站立起来，我们用这首诗歌同心合一来敬拜、回应神。来祷告。我们回应神，我们一起来唱。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
自己心意，为他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当我们可以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要邀请你来思想，神把你放在这个福音朋友是谁，也来为他祷告。可能是你的家人，可能是你的朋友，可是那个需要他正在软弱，他正在困苦当中，需要借着你来把耶稣基督传扬给他的，你来为他祷告。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你去宣告，为这世界，向这世界为主发光。何以寻求神国度人处，不在乎自己，体贴神心意，使用我们走遍世界各地。向这世界，你现在宣告，为主发光。何以寻求神国度人处，不在乎自己，体贴神心意，使用我们走遍世界各地。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他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主你的儿女，成为基督徒，我们是蒙福的。主，我们先知道这个福音，但求神你帮助我们持守，并且站立基督的福音的根基。主啊，你也让我们知道福音的本质，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主啊，你让我们不以福音为耻。主啊，在座的每一个你的儿女，不论我们进到了我们的家庭、家族、职场、社区，在我们的城市，在我们的教会，在这个国家当中，愿你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活出福音的见证，好让福音的影响力透过我们可以看到使许多的那些失丧的灵魂、迷失的羊群再次归向你。使我们赞美你，我们要将荣耀归给你。谢谢主，我们赞美你。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以及福音的大能，充满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受压制的自由，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为敢，都为敢，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哈利路亚！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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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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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感谢我们的上帝，2堂礼拜到这边结束。